今集介紹嘅城巴九龍東西線793號線係城巴新一代嘅流水線，佢往返將軍澳工業村同蘇屋，橫跨九龍5個行政區，係貫穿九龍東西嘅重要幹線之一。793號線嘅前身可以追溯到新巴時代開辦嘅796C 同796E 號線，後者係平日繁忙時段嘅特別班次，並途經九龍灣商貿區。新巴喺2022年提出將兩條路線合併，並組成793同795X 號線。當中793號線大致沿用796E 號線嘅走線，變相為將軍澳嘅居民提供每日連接九龍灣商貿區嘅服務。雖然793號線失去昔日796C 號線特快嘅優勢，但係佢加強城巴喺九龍市區嘅流水服務。路線喺九龍覆蓋九龍灣、新蒲崗、九龍城、旺角到長沙灣，並設有往返九龍灣到蘇屋之間嘅6個3雙向分段收費，比唔少九巴九龍市區路線平，成功吸引大量流水乘客。此外，793號線往將軍澳方向途經深水埗同長沙灣一帶嘅青山道，服務水平較同樣往返九龍灣商貿區嘅 X6C 號線優勝。至於喺將軍澳，793號線同樣肩負重要任務。首先，由於797M 號線嘅客量長期偏低，城巴安排793號線星期1至6指定班次途經百勝角路，並新增將軍澳工業村到調景嶺嘅短途分段收費，以取代797M 號線嘅服務。其後，香港中醫醫院喺2025年底落成，繞經百勝角路嘅安排擴展到793號線所有班次，成為新醫院全日連接將軍澳站同調景嶺站嘅城巴代表。目前793號線全日班次每15到20分鐘一班，並使用15部雙層巴士行走。由於路線貫穿九龍東西兩邊，城巴亦都特別將佢命名為九龍東西線，象徵呢條新世代主幹線嘅定位。